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15，诗篇119篇17节安尼讲：求你用大恩款待你的奴仆，予我得到我就要守你的话。三甲来祈祷，用大恩款待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大有恩典、阁有丰盛慈悲疼痛的上帝。你一出声，就显出你的拯救甲大权力的作为。求阮的上帝啊！你要用威严并公义来应阮。你是地极甲海面远远的人，拢总所倚靠的。求你除去人对阮的凌辱甲看起，因为阮守你的干净的话。主啊！你的教示是阮所喜爱，是阮逐时的帮助。阮受拍倒趴伫涂骹，求你照你的应允，保守阮的性命。求你用大恩款待你的奴仆，予阮得到阮就要守你的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要用伊的大恩来款待咱，予咱会通得到伊逐时的帮助，也应允要保守看顾咱的性命。愿主时刻甲你相甲伫地，也所听你，使你